嗨嗨嗨嗨，關婷啊，今日想講下4種仔女嘅神秘面紗。睇住身邊熟睡嘅小朋友，突然間閃過一個念頭：呢一個小生命真係我嘅？定係當小朋友去到青春期，經常同你鬥嘴，激到你半死嘅時候，你就望住個天大叫：點解會咁嘅？係咪我前世做咗啲乜嘢業啊？點解生個咁嘅仔女嚟攞債啊？相信好多做父母嘅心入面應該都有出現過我前面講嘅情況。而家做父母真係好攰㗎，由你抬住喺個肚入邊已經開始有焦慮，擔心佢食唔食得夠，會唔會輸喺起跑線度。我哋總係覺得10月懷胎生咗佢落嚟，食我嘅，着我嘅，用我嘅，佢就理所當然係我㗎啦，因為你已經認定咗佢係我嘅，我哋就會不自覺咁樣將所有嘅心血、錢，仲有後半生嘅期望，全部都壓晒喺個仔女身上。只要佢唔聽話，佢嘅成績未如你嘅理想，又或者唔按照我哋嘅安排路線行，我哋就會覺得好痛苦、好嬲，甚至被背叛啊！覺得自己一生嘅付出全部都付諸流水啊！但係今日我想請你哋先放下手上嘅嘢，同自己焗杯熱茶，跟住我一齊用一個全新嘅視角嚟睇睇你同你屋企仔女嘅關係。我今日分享嘅內容非常深刻，希望你聽得明呢一點，你就可以徹底睇到你嘅仔女真面目。你所有嘅焦慮同埋唔甘心，仲有夜晚俾佢哋激到喺度喊嘅眼淚，你都會即刻釋懷咗㗎。等我帶大家從佛學嘅智慧嚟睇，有一個觀念可能會徹底顛覆咗你對傳統嘅認知，咁樣就係父母其實唔係你創造呢一個生命啊。乜嘢意思呢？我哋一般人總係會咁樣諗，冇咗我點會有佢啊？但係其實父母同仔女只係因為緣分呢條線你睇唔到，咁啱呢條線將你哋拉埋一齊，你哋之間並冇上司下屬嘅關係啊。換句話嚟講，你嘅仔女從來都唔係你嘅私有財產。佛法入邊成日都講因緣和合，我哋可以咁樣諗，人生就好似一架開去未知嘅長途火車咁樣，而你嘅屋企就只係呢一趟列車上面嘅一個小包廂。你同你嘅仔女只係各自都揸住張車飛，咁啱命運將你哋安排喺同一個包廂嘅旅客嚟㗎。你哋因為前世深深嘅因緣，要喺呢段旅程入邊互相陪伴、互相照顧，但係亦都可能會互相碰撞或者互相折磨。你要知道，旅客終究係旅客，佢係有佢自己靈魂嘅目的地。你要記住，你永遠都冇可能綁住佢喺隔籬。你有冇諗過，你小朋友出生之前到底喺邊度？佢仲未投胎之前，又係一個點樣嘅存在？關於投胎轉世，我從細到大都聽過無數嘅傳說。雖然好多人都會覺得咁樣係無稽之談，但係從古時去到今日，呢一種說法從來都冇喺我哋嘅文化入邊停止過。我哋靜一靜諗一諗，全天下千千萬萬對夫妻，點解你嘅仔女唔投胎去其他嘅家庭呢？偏偏要投胎落你個肚度？偏偏要叫你一聲爸爸，或者叫你一聲媽媽？咁樣絕對唔係偶然嘅機率。佛法話咗俾我哋知一個最直接嘅答案，呢一切都係緣分牽引住。佛經上面講，佛法皆生，皆係緣分。如果我哋冇緣，就算你哋喺大街上面面對面行過，都只會係擦肩而過嘅陌生人。就係咁樣，點解有啲小朋友好細個嘅時候，可能會因為意外走失，
或者遭遇到有啲乜嘢，從此就同父母分道揚鑣，以後就再見唔到啦。咁樣聽起嚟好殘酷，但係其實冷靜咁樣去諗呢一個真相，緣分盡咗啦，呢段關係長度亦都到此為止。生活入邊好多無數嘅例子，每一次嘅生離死別，其實都係提醒緊我哋嘅姻緣，好不可思議噶。既然係緣分將你哋緊緊咁綁在一齊，咁究竟係一份乜嘢嘅緣分呢？係善緣定係業緣啊？佛陀以佢無上嘅智慧，佢睇透咗世間因果輪迴，將全天下嘅父母同埋仔女嘅緣分精準咁樣歸納咗4種。呢4種緣分決定咗你哋呢一世係母慈子孝嘅溫馨劇啊，定係成日都雞犬不寧？身為人哋嘅爸爸，人哋嘅媽媽，一定要擘大眼睇清楚。接落嚟，我就要一一揭開呢4種兒女緣嘅神秘面紗，睇下你屋企嗰個又愛又恨嘅寶貝，到底佢係帶住啲乜嘢目的嚟到你嘅身邊呢？當你明白咗你屋企嘅細路並唔係真正屬於你，而只係一個同你同行嘅生命旅客嘅時候，你嘅心入邊可能會有一陣嘅失落，但係同時亦都係有一絲嘅解脫，啱唔啱呢？咁樣既然係旅客，點解偏偏係佢拎住呢張車飛走入你嘅生命入邊？喺2000幾年前，佛陀就用佢嘅雙眼睇透咗宇宙真相嘅慧眼，俾咗我哋一個最震撼、最慈悲嘅答案。佛法認為，世間萬物運作嘅底層邏輯，其實就係4個字：因果不虛。人與人之間嘅相聚，就好似宇宙呢一位精準嘅精準師一樣。喺揭開呢一本靈魂嘅無形賬本入邊，佛陀話俾我哋知，兒女投胎到你屋企，絕對唔係老天爺隨機去發牌，而係基於4種極為深刻嘅緣分。呢4種嘅緣分就好似4把鎖匙咁，解開咗天下所有家庭幸福同埋痛苦嘅密碼。請大家用心去對照一下，睇下你屋企令到你牽腸掛肚嘅小朋友，究竟係帶住邊一條鎖匙嚟嘅呢？第一種緣分叫做報恩，咁樣就真係嚟報恩噶啦。你哋有冇遇過呢一種仔女啊？食得好，瞓得好，唔喊唔嘈，大個之後讀書從來唔使父母操心，自動自覺，出到社會唔單止工作順利，對父母仲係噓寒問暖，逢過年過節都會封好大封利是俾父母噶，將父母嘅晚年照顧得好好。你哋可能會羨慕人哋屋企嘅風水好，但係佛法話俾我哋知，同風水係冇關噶，都係因為你喺過去嘅生命入邊，即係你嘅上一世，亦都可能仲喺再早之前嘅輪迴入邊，你對過呢一個靈魂有好大嘅恩情，有機會你係救過佢一命，亦都有可能喺佢最落魄、最寒冷嘅時候，你俾過佢一碗熱湯、一件厚嘅衣服。呢啲恩情深深咁樣刻咗喺佢嘅靈魂深處，所以呢一輩子佢就會帶住一顆無比感恩嘅心，投胎嚟做你嘅骨肉。咁樣嘅孩子係嚟報答你噶，佢嘅一生都會令到你覺得好感恩、好驕傲、充滿溫暖。如果你遇到呢啲咁樣嘅仔女，請你心裏面默默感恩自己過去種下嘅善因。而第2種緣分叫做報怨，報怨即係抱怨嘅怨，講明白啲就係嚟報仇。聽到呢度，好多父母都可能嚇咗一跳，甚至覺得好不可思議。你唔好嚇我，邊有親生嘅骨肉會嚟報仇噶？苦毒不吃兒啊！但係現實
往往比戲劇入邊更加殘酷。你哋試諗下，有啲小朋友由細到大都好曳噶，到佢再大啲有主見嘅時候，就周圍惹禍。唔係今日同人打交去咗警局，就係爭人好多錢，要父母幫佢還債。總之就搞到屋企亂七八糟，烏煙瘴氣，甚至會搞到父母傾家蕩產，晚景淒涼啊！喺因果簿上邊，呢啲其實係上一輩你同呢個小朋友其實係冤家死對頭嚟噶，甚至係老死不相往來嗰種仇人。你哋可能深深咁傷害過佢，又或者陷害過佢嘅利益。呢啲怨氣係散唔去噶，呢一世佢都會化做你最親密嘅人，精準咁樣去拿捏你，令到你為佢操心，令到你痛苦。聽到呢度，有啲比較理性嘅朋友可能就會反駁：呢啲明明係父母冇教育好佢，而家社會誘惑咁多唔聽話嘅細路好多，唔通個個都嚟報仇咩？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喎，家庭教育當然非常之重要啦。但係喺佛法嘅維度入邊，其實係共業嚟噶。點解係你會生一個咁難教嘅細路仔啊？如果係咁，我哋真係要問下自己，喺日常生活入邊，你樂善好施嘅時候比較多啊，定係成日想攞人哋着數嘅時候比較多啊？同埋你成日對錢銀斤斤計較，經常對身邊嘅人都好刻薄，處處結下惡緣，咁樣呢種惡緣嘅磁場就會吸引同樣帶住怨氣嘅靈魂嚟到你嘅身邊噶啦。咁樣就係所謂嘅同氣相求。第三種緣分叫做討債，討債係同報怨差唔多。但係佢比較着重財富同感情上面嘅虧欠，喺上一世你欠咗呢一個靈魂嘅債，而且冇還清，所以呢一世佢會名正言順咁樣做你嘅細路仔，光明正大咁樣嚟揾你攞夠啦，還夠啦，佢就會毫不留情咁樣離你而去。咁樣係一件非常之殘酷，但係又無比真實嘅事件。佛法入邊講得非常之坦白，欠得越多，佢就拎得越多；欠得少，佢就拎得少。通常喺呢啲情況之下，如果你前世欠佢少少，小朋友通常都會喺3至4歲嘅時候，最可愛、最令到你愛不釋手嘅時候，突然間會有事，或者係一場無法挽回嘅疾病，匆匆咁樣離開咗呢個世界。但係如果你欠得佢越多，折磨你嘅時間就仲長，可能會喺你養到佢11、12歲嘅時候，你含辛茹苦咁樣供佢讀完大學，眼見佢準備出嚟社會賺錢啊，成家立業嘅時候，佢會突然間遭遇橫禍離開你。呢種白頭人送黑頭人嘅痛，真係令到父母痛不欲生，肝腸寸斷啊！呢一種撕心裂肺嘅痛楚，同埋龐大嘅金錢花費，其實就係清算緊你前世嗰筆沉重嘅債務。而最後一種緣分就係叫做還債，有嚟攞債嘅，當然就有嚟還債噶啦。呢種緣分就好似聽起嚟好似第一種報恩咁，但係其實兩者之間係有住啲微妙嘅分別噶。報恩嘅小朋友，佢會帶住滿滿嘅愛同埋溫暖嚟到，你哋嘅關係非常之親密。而且嚟還債嘅小朋友，佢通常好多嘢都義務咁幫你做噶。如果你嘅小朋友前世係爭你嘢，今世嚟還嘅話，都要睇情況，睇下佢前世欠你幾多。如果爭得多嘅話，佢長大之後佢會好努力去揾錢噶，佢會俾你一啲好優越嘅物質生活，同埋買名牌俾你，帶你出國玩，安享晚年。但係感情上，佢可能並唔係好親近，
佢可能成日都唔喺屋企，亦都冇乜嘢可以同你傾。呢啲就係我哋成日都話有錢塞住你把口嗰隻。但係如果佢前世欠你比較少呢，佢長大之後雖然都會養你，但係就可能每個月淨係俾少少嘅家用你，夠你生活，夠你維持生命。有時候如果你哋前世嘅賬已經算清晒，作為父母嘅你，可能仲時不時要倒貼返俾啲仔女身上啊。咁樣就係因為你欠佢嘅已經還晒，剩低嘅就係你單方面嘅付出啦。我講到呢度，大家明唔明呢4種緣分嘅分別呢？你聽完之後係咪對你身邊嘅小朋友有咗唔同嘅理解啊？唔理係善緣定係業緣，都係因果嘅輪迴，都係每一個靈魂嘅功課。希望大家放下自己嘅執着。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大家如果想支持我嘅，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share 俾朋友，同埋喺條片下面讚好啦。拜拜。